1グラムいくらか分かってんだろうなお前ら。呢個日本人呢，原來佢同東京一單交通意外有關，想遣返佢返日本，機票喺度，可以出發。こんにちは，主福龍呢？我哋咧一冇黑仔啊，由香港黑到東京，個犯走甩咗啊！先。總之我保證，如果揾到嗰犯，我唔翻嚟香港。OK？あの映像以外に何か証拠あるんだろごめん袋。啱啦，同我起埋牆，攞晒身份證出嚟。其實呢個世界裏面有好多人都需要好似你種咁嘅人，但嗰個唔係我。If you don't bring your ass over here, you're gonna see your girlfriend fall off the Tokyo Tower. 你係咪要阻到個地球轉到停咗為止啊？